在台湾做有机无按简单，一方面是小农经济规模特色，另一方面唔做有机，顺后尾人呢，啥行是用官方农法，行是是唔得。第二兰太同乡嘅玉兰茶区，后上嘅林立威同省委两兄弟，为到种有机，今年同茶叶并比方营养国家能来种，甚至连制茶厂都会用无尘包装，得到农粮署安全评鉴批油。每係二零一唯一得到4省認證獎項嘅茶農，另外兩兄弟對本單唔肯做農，人家等到希望鄉邊嘅朋友歸鄉鄉下種茶，而係希望你做到嘅鄉下來看而人嘅故事。摘茶數目挺高，也出春茶時期。古水法帶定隔壁零沙，一罐頭每季節前，然後也春茶摘下來。一隻產季是，有些的是用機器剪的呀，有的是用手摘都冇按多年啦。用機器產，攏鄉下轉起來都要10個月。將摘下來茶槍倒落去，準備再轉去做茶。50年前，古水法加速對新竹嘅內灣曬到宜蘭太同玉蘭茶區喝。今年36歲林立威係古水法太嘅來嘅，10年前轉到家鄉接定來種茶。阿立威從細看到爺愛辛苦嘅種茶做茶，先講頭度設想過，南北天初冇做茶。我小時候就是在茶園的樹下長大的。其實小時候。到我真的懂事的時候，看到要做茶是趕快要跑掉的，尤其是爸爸回來，茶葉帶回來，我們就我要上廁所，我要幹嘛的事。較早嘅下細漢嘅，要拄好一當兵嘅下嘛，要讀書嘅，讀高中嘅下，馬上就講冇做茶，因為我後生嘅下做茶，整件事才一天嘛，都。整間做茶嘅下規安部攏做唔得衰，冇衰啊！然後個老人家嘛，天做把天做，細人嘅細又嘛係無人土嘅啊！我想講啊，無都冇做茶。按多年來，玉蘭休閒農業區發展到以後，平常時間沒有一度人客。阿立威想，總有一日還係要轉到家鄉，一當中唔是講經過嘅動作嘅考慮，遷住嘅原因還係屋下有民宿，讓5公頃嘅茶葉，也係年4年到細，總係有人接定來做。常常會聽到他講說哪一個師傅又不想來了，哪一個師傅明天要請假，變成其實他們不是真的要請假，他們只是在刁難我爸爸，說可能是工作太累或者是怎樣，可是。該有給他們的，我爸爸也都有付出，可是就是常常會被師傅扣啦，可是我又不捨啦，就是我看我爸爸媽媽每天都誰又不要來，那我說我乾脆我就回來做。都每日都想，從前老輩做安尼，基本無麻煩，哪怕又怕迄講山東出世細人嚟啊，較習慣了山東嘅環境吼，媽都沒有想到講我都講轉來錄下。那之所以會回來，就是從小開始做以後，那中間有一段我們跟我哥哥有去做農業漂鳥的一個活動哈。那去漂鳥，我們又重新認識了農業的這個部分。那一方面家裡的父母他們也比較年長，那農業對他們來講是會比較有困難。那我跟我哥哥就決定做農業。玉蘭茶區同講緊清好時節，需要150公頃的茶葉，也搶存到30公頃邊呢。今年29歲林省委係阿立威嘅老太，兩兄弟也係玉蘭茶區清後生，每種青島嘅茶農。阿立威專長係農作，阿省委讀大學讀嘅係經營管理，兩兄弟一齊做一行。佢都認為台灣茶產業唔做有機，南北我進來經行無路。佢哋唔但搶讀青年嘅有機認證，連做茶廠咪強力力。他做的大部分都是有機管理的部分，茶園管理。那我的部分因為我就
从小就比较喜欢摸电脑的部分嘛，那所以我就是在销售或是包装啦这个部分，大概都是我在负责。在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说，茶叶制作的过程并没有那么透明化啊，大家好像都以为都是放在地上啊，是脚踩一踩啊，就是经过这一个评鉴以后，让我的消费者他可以了解到我的茶叶是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去制作的，所以我就虽然它只是整理好工厂，可是那个整理是持续整年都要持续的。牙齿同三马按好，唔拄好，还係會熬到。兩兄弟擘較好，還係會有意見無共樣嘅時節。先前對茶面嘅包裝看法就無共樣，不過阿哥呢邊認為也係共同嘅過程，前面還係會整合。因為通路啦，或是包裝也有蠻多的就是說意見的方面會有蠻不合的地方啦。對，尤其是在包裝的部分，我們3個人考慮的方向都不一樣。其實那些意見都是很小啦，只是說因為每個人對包裝的想法都不一樣啦，只是說到最後大家還是會整合啦。因為剛剛好我比較不會讀書，所以我都做比較粗重的工作。然後我弟弟他比較會讀書，他比較懶得做粗重的工作，所以我們兩個剛好互補。阿呢位茶葉錯嘅上到樓茶樹偏高，佢講佢有幾茶葉天初有一隻錯嘅，唔單搶流嘅水血，還古道嘅炭皮。也係博嘅九票嘅隔壁嘅茶葉，按算淺色嘅養1年，也係可能有2搭梯，注定做有機好嘅。這一塊茶園呢，就是慣行農法的茶園，然後它就是有用除草劑跟化學肥料的茶園。像我們這一邊呢，這就是有機茶園，就是完全不使用化學肥料跟化學農藥的茶園。可是它們2個相差這樣啊，就是你站在溫度同樣的時候，你站在這個有機茶園的時候，你就會感受到那個涼意。做茶是嘛，唔是色草吧，又唔是去噴農藥啊，都一個胎嘛，這個胎都睇做是從嘅貓伊要來食啦，都每日都幾馬佢攏留，佢從嘅貓留安尼向下帶，幾馬食飯，幾馬唔要來食啲東西呀。兩兄弟到玉蘭茶區，差唔多上下年紀嘅茶農，情感流度總會知道動心目。